唱起来会真有力，吼，真有力。在宣扬上主创造的大能，学了上主的慈悲甲拯救。啊，这首歌伊嘛伫有收伫真侪美国的圣诗内底吼。真主上帝造天地，画光画暗，无人画。暝当做日，日当暝，生成万美功劳园。咱来唱全首。来，真主上帝造天地，画光画暗，无人画。暝当做日，日当暝，生成万美功劳园。第二站。上帝主神行行好，百米正人事好路，正情高扬龙坡东，百米正美一起错。第三站。主的功劳大无比，拯救命运拢要死。天下事爱大到细，诚心敬拜到上帝。第一站，再来一摆。真主上帝造天地，画光画好无人画。暝当做日，日当暝，生成万美功劳园。另外一首圣诗194首。194首，这是咱真实的诗。咱也来用这首诗来做咱礼拜前开始的备班，求主开咱的目睭来看见圣经的真理，开咱的耳孔来听见主的教示，开咱的嘴来传扬伊的真理，开咱的心，互咱会备班家己用主的听来分享这世间。咱用安静祈祷的心来吟全首。第四站。开我耳孔，互我听见你所传播的真理，真理的声，那进我耳孔，那福气微微降来，当我点情地听候你。我心变变爱你一时，为我依靠我家己，一生的心。第三站，开我嘴唇，互我以爱，通报真理高大所在，开我的心。用主听到阮
咱闭万心来敬拜上帝。耶和华伫伊的圣殿，全地伫伊的面前，拢着静静。上帝是神，敬拜伊的人，着用真心来敬拜伊。咱即时来吟诗学了上帝，圣诗第5篇。真主上帝造天地，咱起立来吟全首。
我的心时常敬拜你，我的嘴随时要学乐你的名，无论伫关山，也是伫海洋，我拢要称赞你的名，因为你会听永远甲阮送到地底。即时我若要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文，安尼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领教，你的旨意得成，伫地像就是伫天。我的日色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要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去，叫我脱离伊的歹下，因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请坐。这是咱来启用上帝启用文记载伫以赛亚第二章。启用文39，伫将来日子，上主的殿的山要建立伫正山的顶面，万国拢会一我来归依，万民会来讲，咱来去上上主的山。伊会用伊的道路教示咱，如何会对色安发出？伊会伫列国中施行审判，因为将刀拍做犁头。一个无过举刀攻击迄国，假国家就来。这是咱下头做来祈祷，天父上帝，伫敬拜时，我要来学乐你的名，你的名伫地面上何等的荣耀啊！荣耀主，阮也行到你的面前，搁一遍甲你相拄。你的阳光甲阮伫地，阮将心归向你。愿阮的性命成做你所欢喜的器具。阮伫顺境中要来学乐你，阮伫困境中要来仰望你，因为你是阮的开力。你是阮的帮赞，是阮永远的仰望。伊伫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愿知你是一位伊伫的主，是赐福平安甲仰望的主。愿知阮教会兄弟姊妹侪人身体无爽快，无舒适，恳求你施大能的手亲自伊伫身体病痛兄弟姊妹。愿将病痛中的兄弟姊妹摆伫你的头前，摆伫你的面前，求你用你的慈爱，为你伫因的四周围，用你的平安充满伫因的心中。无论伫病床中，也是伫疗养、静养的期间，拢互因体会到你甲因送到地底。天父上帝，求你搁一遍看顾阮的台湾，保守阮台湾，互这块土地会当归用你。求你赐下和睦的灵，互台湾人民之间会当彼此包容、相信、相听，无分族群、无分党派，共同来起造一个充满公义、仁爱、甲仰望的社会。愿你互执政党掌权者用谦卑的心、有智慧甲敬畏的心，互因伫国际环境甲国内挑战中，拢会当做出合宜、适当决定来造福人民。慈悲疼痛的天父上帝，原在历经3-4年前乌俄、以色列甲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由原渐未煞。主啊，求你互双方面的领导者愿意用对话来代替战争。用理解来代替仇恨，也求你，互受你安慰受伤的人，
保护无辜的人民，伊伫因破碎的心灵，感动领袖有智慧，心存人民，行往和平甲公义的道路，互战争早一日结束，互你的和平临到伫即个受苦的所在。天父上帝，阮伫27甲28要去宜兰2天1暝的野外礼拜甲培灵，即逝的行程是搁一遍伫你的面前，同心追求灵命甲自我更生，求你保守阮，伫每一步拢有你的看顾甲保守，伫每一处的信息、祈祷、分享，拢有互阮更加亲近你，也彼此连结伫听的中间。天父上帝，伫新的学期，教会嘛有侪侪的学生，我要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你亲身保守、看顾，伫读册中，赐因有智慧、有专心来学习课业，会晓用所学的财物来荣耀你，求你帮助学生，袂受到课业的压力甲困扰，拄着困难的时，会当用时时来祈祷，对你遐来得到大大的快乐甲帮助。听阮的上帝，感谢你今仔日教阮伫地，互阮伫敬拜中，搁一遍领受你的恩典甲真理，通过科牧师用你的话来教导甲分享，互阮伫遮毋是来做礼拜尔定，嘛毋是来做听众尔定，是阮要活出新的生命。所领受的灵命会当带入阮日常生活当中，真做听的见证。我咱祈祷拢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尊名求，阿免。咱即是来恭读上帝话，上帝话记载伫圣经士师记17章，士师记17章第1节至13节。伊发现山地有一个人名叫米迦，伊甲老母讲：你迄个1100银，互人摕去。你因为安尼咒詛，佮讲互我听，看，即个银伫我遮是我摕去。伊的老母讲：愿耶和华赐福我的囝。伊就将11银还伊的老母。伊的老母讲：我已经对我的手用即个银为我的囝献互耶和华。通雕刻一仙像，煮一仙像。当我游玩，佮交你，米迦将银还伊的老母，伊的老母用200银，互自造的人，伊就用迄个做雕刻的偶像，自偶像下伊伫米迦的厝。即个第5节，即个米迦有上帝的厝，佮制造以弗得甲加来遮的偶像，行设立的礼，分别伊一个囝做伊的祭司。迄时以色列中无王，逐人照伊所看到的来行。犹大伯利恒有一个少年人，属犹大族的利未人，伊脚骹伫遐。即人离开犹大伯利恒城，要找一个通徛起的所在。行路的时，到伊发现的山地米迦的厝。米迦问伊讲：你对倒落来？伊因讲：我是犹大伯利恒的利未人，要找一个通徛起的所在。第6节，米迦甲伊讲：你来我遮住，做我的老爸。
做我的祭司，我逐年互你10个囡仔，依附依上甲你的日式，利未人就入去，利未人甘愿甲迄个人相甲大。米迦看即个少年人亲像家己的囝，米迦甲利未人行设立的礼，少年人就做伊的祭司来住伫伊的厝。米迦讲：当我知耶和华要好款待我，因为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以上，愿按照上帝的话来行，来受伊的祝福。圣歌队要来学了上帝有一位救世主。煞只科学师要来讲的是自立律法的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谦卑伫上帝的面前
来思考信用，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是阮家来到你的面前，是要来认捌你，恳求你，互阮放下伫世间的烦恼忧愁，互阮的灵专心一直伫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也愿你的名得到保罗甲称赞。求你用你的话语坚固你的教会，将下要时间交托仰望，求你保守。同心祈祷是伫耶稣基督的名。今仔日的经文跳脱了士师这个角色所以随梦。咱要顾伫士师记的内面毋过对今仔日的经文开始一直到落尾，咱拢袂看到过去头前所读的士师记的架构。什么是士师记大部分的架构大家有印象吗？我如果 PPT 不跑的话，你们讲不讲得出来？好，没关系大家不要那个。太紧张咱来学习毋过对今仔日的经文开始一直到落尾其实我们大家就是对士师记有一句经文大家一定都非常印象深刻，叫做什么？好，没关系，那反正咱差不多要一档啊吧，敢有？要正一档其实咱拢咧读士师记对今仔日的开始一直到落尾，其实拢围绕在太快回去，在这一句话讲，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照自己眼中看为对的去做，有没有印象了？好，大家还醒着这句话其实咱若是粗略对士师记有印象会认为讲这是上落尾的一节对吧？在第21章的最后一节毋过其实对今仔日的经文开始，这句话充满在今仔第17章到21章出现失败，所以表示。已经士师记已经进入到另外一个什么段落跟篇章头前的架构是啥物？我帮大家复习，就是以色列行上帝看做啥歹的代志所以因就受到对敌的手头嘛，对吧？所以真痛苦被压制的好痛苦上帝你倒位结果上帝就什么垂听祷告，兴起士师，有无？最后一个天选之人是谁？参孙嘛士师兴起了敌人就被制服所以通常那个架构迄段期间是迄个所在得描写圣经的描写讲，那地太平了。多久？好，这就是大部分头前的士师记几乎可以看到的一个架构。但是对这开始士师记放了新的定义，就是前这句话叫做“迄时以色列中无王”。大人照伊所看做对的来行。好，这一句话的起手式加做整个士师记的后半段，甚至你可以整个囊括差不多整个士师的时代是这个样子的但是这句话，我头都有讲，伊唔敢若出现伫士师记上落尾迄站那点，对今仔日开始，它总共出现了4次，等于说你会当用这句话总结迄个时代，甚至这句话带出以色列以后的宗教败坏的原因，可能也延续到现在吧，应该吧。咱会当反省甲思考看卖有人讲那个王那个字
王那个字吼，有人认为这毋是伫史书记的时代所写的吼，迄是伫有王的时代的以色列的作者，还是讲譬如讲列王记的时代，还是撒母耳记的时代所写，回过头来记录这个士师记吼。但是因为学者会安尼讲，是因为王的这个概念吼，其实在士师记的时代并没有出现。王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吼？但是我的看法是安尼啊，不管他是哪一个时代写的吼，其实这个王所代表的，唔敢若是表面的名词哪点，伊应该是伫信用的深度内面去思考王所要代表的意思甲概念吼。我认为，真做上帝百姓的选民，对这个王的概念，敢若会当有一个角度哪点，敢若会当有一个角度甲一个解说哪点吼，就是对以色列百姓来讲，敢若有一个王，迄个王是啥物人？你不要跟我讲以福德哦，迄个王敢若会当是上帝。唔管伊四周围的国家百姓帮助安怎来定义这个字，对以色列百姓来讲，因真做上帝的选民，王敢若会当有一个叫做上帝。若是伫百姓的中间所兴起的领袖，唔管伊的名叫祭司、士师，还是讲王，还是讲什么款的名词，伫百姓的中间有任何人真做一个带领者，伊敢若会当代表伊的权柄是上帝的带领，但毋是取代上帝的地位啊！大家同意吗？随风伫以色列中间，阮有王啊！好，那我换一个词，随风伫以色列中间说，我们有总统啊！请问一下，百姓的口中的总统的定义会跟其他外邦人定义的总统一样吗？这个我们要思考思考。所以我讲，那是对选民来讲，伊在思考的是，这个王不应该只是一个名词。士师记的作者将这句话写落来，嘛是咧提醒以色列应该啊其他国家在定义身份的时，要有不一样的三观，因为他要成名的不是他的体制多厉害，他的法律多厉害。以色列百姓要展现出来的是，带领因的上帝是我尔啊伟大。士师记的作者用这句话。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逐人照家己看做对的来行。伊用这句话其实来表达，这就是人啊，这就是人，抓家己看做对的来做，这就是人。这句话伫今仔日的经文吼来分享之前，我稍微拉出来吼。甲大家来分享，那是用神学的方式来看规本的圣经吼。其实整本圣经都在讲一样的事情，它都在讲人的本质是一样，人的本质吼人性是一样的。但是伫圣经内面，伫有最无同款的时代，对吧？你们该不会觉得圣经就是在500年前写成的吧，或者2000年前写成的？不会吧？伊是贯穿真多人类吼，还是讲以色列历史吼，这么大的时间的时代跟叙事里面吼，来显明上帝的旨意甲看法。整本圣经在不同的经卷，拢在讲同款的一件代志，就是人是啥物。我带大家来看吼。这是我的写法啦吼，圣经内面吼不一样的经卷吼，伊用无同款的方式讲起人对头到尾吼，拢同款啦，都一样，一成不变。好，我举个例子吼，大概熟客。伫创世纪的时阵吼，他的表达讲哇，那个谁摘的果子？
算了，感觉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在做礼拜，好没有？好啦，这夏娃摘的果子嘛，太爱她先生了，昂哎，这回来分吼。他们吃了哈，你们不要落入我在描述爱情，这个只是那个铺陈而已。重点是一甲因翁咧分享这个果子的时阵，哇，他们两个眼睛明亮了，啊，目睭拍开，真好对不？重点不是伫遮，重点是后壁迄句，如同上帝能分辨。第四书记，讲。迄当时无王，个人照家己看做着会来做，这是士师记的表达。以赛亚书安尼讲，百姓如同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啊，你新约吼，够较多，因为新约几乎都在论述吼，我抓2句话就好。爱上帝胜于爱世界胜于爱上帝。你是属灵的，你还是你是属肉体的？其实这无共款，这是从创世纪直到新约吼，其实贯穿了人类的历史吼，引用无共款的方式甲语言，还是讲句子，拢咧表达共款的一件代志，就是人对头到尾安怎？共款。哈？还是你们其实不太认同我？好啦，没关系啊。但是咱就来听耶稣安怎讲，我们来听听耶稣的说法吼。耶稣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在前面的那个先知啊，还有或者是那些经卷吼，都是用这种表达吼，这种形容词的这种情况在描述人的状况吼。耶稣反其道而行，那耶稣的说法是安尼：你那看无家己啦，看无家己的反面的意思是啥？目睭爱看伫倒位？看上帝。其实他也是跟前面的讲起人的状况吼是同款的意思，大家能够理解吗？能够理解我要表达的意思吗？只是在不同的经卷里面，那个时代就用那个时代的状况吼，描述他们的那个时代的情况吼。但是本质是同款的，所以伊咧讲人的本质就是安怎？就是想要家己做王啊！我在讲更直白，就是这一句话。从头到尾，就是要家己做王。迄当时，百姓中间无王，啊，什么人是王？选我正经，这样对不对？人就是要自己当王。从创世纪的亚当夏娃是如此，从有士师时代、族长时期的以色列百姓是如此。就算自己已经表面的民主政治，我们要自己选啊，结果出来了以色列国王们，其实还是想控制国王，自己当王。这是人的本质啦。士师记的作者用这句话来讲明，这就是人，这就是人性吼。其实咱若是较谦卑的，我们自己连体重都控制不了，你到底还能控制什么？好，要进入今天的经文。今仔日的经文吼，其实有2个角色。好，那2个角色我爱小可来介绍一下吼。啊，无咱若是读圣经吼，安尼过吼，你就会所以它跟我有什么关系？这样，所以我用了一种现代语言帮大家归纳，这样子你就会觉得这个经文会比较深刻吼。好，有2个角色，一个叫做大声的，一个吼叫做住伫以法莲山区的米迦吼，米迦。啊，接下来就开始讲起伊甲因老母的代志。好，因甲因老母甲咱有啥物关系？好，是有关系的哦，跟以色列也是有关系吼。啊，你一开始就看到吼，伊甲因老母讲，啊，你迄个1100两银吼，互人摕去，吼啊，1100两，你们有没有想到谁？所以没有想到谁，对不对？参孙最后他的爱情的高峰是谁？大利拉。大
利拉怎么出卖他的爱情？就是非利士的首领们怎么样，扛了多少的银子去看大利拉？1100两啊，对不对？同样一个数字，所以有学者讲起吼，这个米迦因老母是什么人？这是学者认为的。好啊，你若要将伊甲大利拉分开，迄嘛不要不。那也没关系，因为其实这个已经变成了这个转折哈，米迦这个人的经文哈，已经变成一个4世纪下一个转折点。不管伊的老母敢是大利拉吼，其实拢伊这个人吼，就拢影响以色列的信用真大吼啊，所以咱是要看伊的故事啦吼。我刚刚那个只是补充吼，互恁参考一下。这个分量的银子吼，1100块银子吼，迄重量是很重的吼，所以伫迄当时吼，有这种财力的吼，迄就是大富翁，有钱人，对吧？因为我要帮你们在今天的叙事里做一个对比，所以我姑且称他为地方人士，有力的地方人士哈，那个力是力量的力，还是财力的力哈？你们可以自己转换一下。啊，第二个角色是啥？犹大族的利未人，对吧？犹大族的利未人，大家读到犹大族的利未人，你们有没有什么反应？会不会有没有什么疑惑？有吗？哦，这些嘛，因为你有眼睛就看到后面那个什么利未人，对不对？这是一个复合式的名词。这是一个复合式的名词，像我一开始，我开始懂得怎么读神学的时候，像我在圣经读到这种复合式名词，我都会讲，就会有一种这发生什么事？你们知道为什么吗？不是啊，犹大族就犹大族，利未族就利未族。什么叫做犹大族的利未人？因为像我们这种是被制约的基督徒，你知道什么叫被制约的基督徒吗？迄就是因为吼圣经掠家己做读圣经就熟的，敢知？12个支派里面，什么人受经调出来服侍会幕？倒一个支派？对嘛？啊，所以补了哪个支派进去？补了谁的支派进去？约瑟的2个儿子啊，对吧？马拉西跟以法莲嘛。所以，对我们这种读圣经已经被制约的传道人来讲，看到这种复合式名词，就有一种这样子。啊，不过你也是比较陌生一点吼，啊，读过的读过啊，因为所以我们就要去找资料吼。所以伫迄个时代，像对基督徒来讲吼，也就是对头到尾，上帝律法一讲落了后吼，后壁的人甲百姓都安尼照上帝规矩来行，对不？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宗教理想。好，这个是基督徒自己解释，好像自己觉得信仰就应该要这样，还有满心的神圣感、光芒这样。但是对圣经的事实上来看，在圣经记录的现实面来讲，迄作家都会用这种手法，明示暗示你，出问题就是出在这里。啊，所以迄当时通常迄个服侍会幕所在是讲服侍上帝所在，敢若会当是利未支派，对不对？犹大支派的应许是什么？来，犹大支派的应许是什么？那个爸爸以色列雅各给犹大的应许是什么？杖跟什么要从你而出啊？就是讲对犹大来讲，列支派后边是爱出啥？出军龙的啦，对吧？所以这样，因为这个不是今天的重点，我只是要讲说，我先定位他，好，他叫宗教人士。啊，这个复合词的这个犹大族跟利未人你如果要进入到研经的话，你也当明白到，在书记的背景里面其实不是只有那个支派才可以当利未人，所以利未人有一点像是一个身份有点像那个神职人员的某种身份。啊，迄东西就很多元，用多元是比较中性的表达。啊，你如果要用贬义，就复杂。
还有再更惨一点的词汇叫这么乱，上帝的事物搞得那么混乱吼，所以就看你要用哪一个词汇来表达那一个时代吼。但是我就先用这两个身份吼来甲大家解说一下。今仔日的两个人物吼，一个是地方人士，一个是宗教人士，这样可以哈？好，安尼咱就要继续往下走吼。其实4世纪吼，不是对家才开始乱了套哦。头前的故事，其实你若照我的迄个讲道的顺序来看吼，其实每一个故事内面吼，虽然都有最终上帝得胜了，但是都有留下一个伏笔，就是，以色列接下来会败坏，你都会多少在每一个故事里面看到一个伏笔吼。前面的故事也有看到很多的端倪吼。地方人士跟宗教人士联手会发生什么事？乱世，好不好？地方人士跟宗教人士联手的话，吼，迄社会就会出代志啊。这就是今仔日的故事的一开始吼，帮大家先区分一下，因为你若是一直看米家吼，还是看迄个利未人吼，你可能看不出一个什么差别性吼，你就安尼来记。好，咱进入米家的故事，先看米家这个地方人士哈，这是他的人格特质。我后边哈用伊的叙事来为他的人格特质做一个例子哈。伊摕老母的钱安怎？无讲，是偷。伊知影因老母就抓偷摕钱的人是惊，所以伊甲钱安怎还互伊的老母是孬。这个孬在台语是怎么讲？是超速仔吗？应该不是，我台语我不太会，是孬。好，因的老母将这个咒诅改变成做祝福，是拽。后边那个是什么是什么哈？是我经历出来哈，人家4世纪的作者是没有这样讲，但是你若是看入去这个故事内面，你就会当知影，这个地方人士哈，这个地方人士后面带给一些人的宗教信用跟生活哈，为什么是乱？你就会知道它的源头为什么是这样。一开始的描写伊甲因老母的故事，安尼来起吼，这个是起手式。不过伫这中间，你会当理解老母要将这个咒诅改变成做祝福吼，这个是作为母亲后面的什么？唔甘，好，因为这个叙事很短，你还真的是读不，你没有停下来，你还真的是读不进去它的味道。因为台语汉字本吼，把它描述的很像故事啊，所以你就安尼读过吼。伊甲因老母讲，你迄个1100文吼，互人摕去，啊，因为安尼来咒诅，啊，你搁讲互我听，啊，我就知影你是来咒诅我，因为是我摕，所以看银子在这里还你，哈，意思就是希望他老妈干嘛改变他的诅咒，哈，表示那个时候的诅咒其实是还蛮有制约力的，哈，还蛮有约束力的，哈，因拢会惊，哈，所以。后壁伊的老母就回答，伊讲：原爷我恕互安怎？我的囝。好，那个是因为他是老母啊。如果像我是记者的话，我就会说：哦，所以你的祈祷是愿耶和华祝福你那个偷你钱的儿子，就比较机车一点吼。所以伫这中间，伊老母后壁的行为哦，你如果有看着圣经吼，伊老母后壁的行为要将这个咒诅改变成做祝福的时，他用什么方式来做？他用宗教的方式来做这件事情。好，所以那你就来看，这个是。他的人格特质哈，他老妈之后为了他做了一些事情，我用拽这个字哈，其实是有道理的。你们知道，因老母用这个文哈，为伊的囝做什么代志？我说他用宗教的手段为他儿子做这件事情，导致让他儿子变得有够拽的。来，
他妈先这样做了。伊祝熊2身，一身是熊，一身是因囝的熊，这样听得懂吗？祝相吼，因为这个台语汉语部，所以我稍微用中文帮大家翻译。他老妈用了这个被偷的银子吼，想说：哎呀，我不要诅咒了，因为没想到偷我钱的是我儿子哦，不行，这个诅咒一定要收回来吼。好，赶快跟那个用一些方式吼，让这件事看起来不像诅咒，像是祝福吼。嘿，有凶啊有大，可是变做啥？因囝就有什么？台语汉字本吼，伊讲因囝就有上帝的厝，什么？第5节，这个米家都有上帝的厝，好像就是有个神坛，你知道吗？你不要想说神坛是其他宗教的专有名词，伫迄以色列百姓内面，你安尼起，就是咧起坛，儿子就有了什么神坛，对吧？不打紧，老母为囝做个安尼，算是表达了希望这个诅咒不要被怎么样，被发挥。呵，这个儿子米迦有多拽，他拽给你看。他自己在干嘛？加了以弗得跟另外一尊神像，然后呢，这还不够厉害，他在自己派儿子干嘛？做这些。这样你们看得懂这一个叙事了吧？你们看得懂这一个米迦的叙事了吗？自头到尾，以色列百姓上帝的选民，拢知影上帝的律法，但是因利用上帝的律法来创造家己的宗教。所以我今天的题目叫：他们其实在制定法律。在上帝所颁布的律法里面，有没有说怎么样建会幕？有没有？有没有条例？有。在上帝的律法里面有指派，什么人会当服侍上帝，服侍那个会幕？有没有？有。伫这以外，上帝敢有吩咐，你若是真心想要服侍上帝的人，你会当怎样做？有没有？有。最后一个事实就是什么？拿细尔人担支派，对吧？是吧？其实上帝都有吩咐，不过百姓煞安怎？犹原想要家己做王。母亲的宠溺让他真的是不知好歹觉得自己可以黄袍加身了，拽到把自己从小偷变神，你知道？这是他的人格特质。即马米迦已经有啥？嘿，有身段，嘛有这事啊，因为伊派因囝安怎？伊分别伊的囝做成做这事，是服侍什么？服侍家里造的那个什么3件事。第一个是因老母替伊做的像，第2个是因老母做的神像，另外一个像。第3个是伊家己起的啥？以弗得，伊家己做的以弗得。讲到造以弗得，有没有想到谁？几点？好，有记得吗？好，对，几点？基甸也是怎么样？为基甸为耶和华喊出来完之后，造以弗得。好，以色列百姓安怎？来加奉献，来加跪言跟候以弗得。这个米迦嘛做相款的代志，所以你有前的叙事甲人脉，你加你应该就要什么？可以直觉反映出来这个会出代志伊即马欠的是欠啥？看起来刑事架构制度都有了，人事办法也都创建好了，即马欠啥？其实他缺的是一个法统的祭司啊。所以第2号人物就出来了，就是我刚刚说的，到底犹大族的利未人，到底犹大族就犹大族，利未支派就利未支派，什么叫做犹大族的利未人？好，你就爱伫遮摸清楚安尼吼。但是你爱看刷下来进入这个法统的所谓的法统的这个利未人吼，伊到底是一个什么款的利未人？
我刚刚前面有讲吼，地方人士加宗教人士吼，会让社会乱了套，信仰也会乱了套。啊，这个本质吼，这个人性的本质吼，数数记，然后到这样1000多年前加现在3000多年前呢，你也感觉讲看到因的故事，甲看即马台湾其实也没差太多嘛，对不？人，我头拄中间有一句话叫做“圣经咧一直咧提醒咱人吼，人自头到尾安怎，同款，一模一样。所以基督徒，你不要觉得你好像信了上帝之后，是你自己变好。你要记得一件事，不是你自己变好，是上帝不跟你计较。这是2个完全不一样的概念。你如果以为你自己是变好，我们就会落入像基甸、落入像米迦的这种情况。我好到都可以怎么样，自己制定法律。但是你若知影讲，其实不是你家己真好啦，迄是上帝无甲你计较，只是你得爱搬新约的经载吼出来自我提醒吼，被上帝遮盖其罪吼，不算为有罪的人，这人便为有福啊。这句话吼简单，却道尽了信仰的真意。咱人是不被上帝算为有罪的，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好到没有罪。愿基督徒们放在心里，时时谦卑思考这句话。好，回来吼。所以是安怎？我伫进前吼，我有咧讲起。我拉了一个现代的词汇，这是我自己个人的表达啦，跟方式叫做公共性的角色。看你基妹啊，基督徒不是你个人的身份，基督徒我们是一体的，这个身份是我们共同的身份，属于公共性的角色。虽讲咱台湾人受台湾的政治甲媒体的影响，我们常常把政治分为好几边，看咱家己是属于哪一边。但是这是你个人有的权利跟选择，还有你的思考，这没有问题。但是我要讲，当咱徛伫国家的立场的时阵，你欢喜甲无欢喜，这个立法院，我举这个例。立法院所有的立法委员拢代表一个国家，因好甲歹拢代表你甲我，所以是送互这个立法院出现这个问题，是你甲我的公共性责任，加做台湾人民的责任。我们可以扪心自问，自己有没有失责或尽责，这个是要反省的，不可能切割，但是也不是因为你我他的立场不一样。我们就不能对话，或不需要对话。兄弟姊妹，意见无同款，意见同款，咱所共同决定的，拢代表这个国家甲人民。所以爱做伙关心，为伊来祈祷。圣经虽讲是用信用甲宗教的方式来提醒百姓、基督徒也是选民，但是伊讲上帝的旨意甲智慧都是。从头到尾都是一贯的，是贯穿的，没有因人而异，没有看到谁比较好他就转弯。所以这个才是我们，不管是作为教会，我们要做回来反省，咱是高联教会的基督徒，我们的公共性角色做得怎么样？来加做台湾的百姓，我们要共同来思考，加做台湾的百姓，我们的公共性责任做得怎么样？身份为什么何其重要？因为新婚，你若对新婚的意义甲源头来看起，伊拢是对上帝来的，伊有责任，伊有使命。宗教若是对这个今仔日的故事来看，为个人服务的经典就是在这里面。因为刷下来咧讲起这个伯利恒的犹太人吼，就是这个利未人吼，架卡伫米迦的厝吼，米迦就问伊讲：你对倒位来？我讲我对。犹大伯利恒的利未人，我要找一个通徛起的所在，我需要5斗米啦，意思差不多就是这样。米迦就甲伊讲，你来跟我住，听哦。米迦这个地方人士怎么对宗教人士讲话？你来做我的老爸，做我的祭司，我逐年互你10个银，一副衫甲你的日食。
结果咧11节，利未人甘愿甲伊三角大，米甲就看即个少年来，敢亲像家己的囝，啊，到底是爸啊囝？这个就是宗教人士的两面手法，抱歉，这个就是地方人士会讲的两面手法，知道吗？我对你的身份，你是我的爸啊，不过对我的官来讲，你是我的囝。兄弟姊妹，你若是要做反省，你若是要有家己有智慧，你斟酌伫圣经的内面看上帝安怎看人哦，你会看到就清的。这个就是地方人士有权有势的两面手法。这个总告人书嘞，选我正解。你往哪里去，我就跟着走。这句经文应该是要放在类似像什么诗篇箴言啊。但是这个利未人用伊的性命、用伊的服务、用伊的工作来证明，有钱的就是我的啥，就是我的上帝。乱了套的利未人，乱了套的宗教人士，在这个故事里面表达出有钱就可以当他，谁有钱就可以当他的主子。宗教人士背书，地方人士就变成了制定律法的王。兄弟姐妹，我这句话是我自己的写法。但是你们可以参考看看有没有道理。宗教甲有钱的人抗做伙，什么人较大？嘿，谁较大？有钱人较大。但是地方人士一定会骗你啊，没有啦，我就是心里面很尊重你啊，不管你是什么师，牧师、法师、道士，他在我心中就是个师。最后，咱看到变做是人，有钱的人，有关系的人，在解说什么叫做宗教，什么叫做信用。这个地方人士，这个地方有利人士，米迦吼，安怎来解说信用？今仔日经文来落尾这句话，大家真少听吼。米迦讲。我知耶和华要好款待我，因为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啊。这个就是有钱的地方人士解释宗教的方式。我知影上帝恩待我，讲得超有底气的。他的证据是有利未人做我的祭司，话咧得行，听我的。兄弟姐妹，这句话是正解吗？是信仰的正解吗？我知影上帝恩待我，因为我每礼拜拢有来做礼拜。我知影上帝恩待我，因为我嘛会晓祈祷。我知影上帝恩待教会，因为教会有牧师啊。是这样吗？这就是利未人无做利未人不利未人，上帝就无法是上帝。这就是真做以色列百姓，甲这个国家后边，我跟你讲，这个延续到什么？其实我自己是认为延续到今日啊。不过你若是徛伫圣经的甲都甲伊的历史安尼主章主卷吼，就是照他的那个神学家他们的这样分类吼。你入去看迄个列王记，撒母耳记上下卷，列王记上下卷，历代记吼，一直到王国分裂吼，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吼，你就会发现这个就是。他们一直以来乱了套。我先埋一个梗，你们一定会觉得说参孙的故事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先跟你们讲，他是弹指派。我先跟你们讲，下个礼拜跟下下礼拜我们都要讲弹指派。然后我再预告一下启示录，你去翻。但我不先讲了，不然讲完我之后那个讲道就没得讲。要留意。为什么它被放在圣经里面，成为有价值跟重要的提醒？这个是我先埋了一个梗好，所以宽灯来讲，今仔日的核心，利未人不利未人的时候，地告以色列后边的失败，这是圣经作家要成名的。在这边的故事看到地方人士。地位、权势高于宗教人士，但是这就是圣经的作家要提醒咱，
当你的宗教是安尼时，特别是以色列百姓，恁互恁的信用生活是安尼时，之后的败坏会乱了套，也是你们的因果。后面那个后续列王记，就算你们有国王之后，吼，这边都有埋了梗。基督徒那安呢？如果今天经文停在这，啊，你看得懂吗？你敢看有？最人拢想要家己做王，很多人都想做王，做自己，很多事情就会乱了套。我们不能不警惕呀，因为咱所做的拢会成做历史的一部分。咱的性命伫上帝圣神的开来，甲伊真理的启示内面，我们的眼睛如果是想要明亮的，愿我们看得清楚，上帝是上帝，人只是人，谦卑吧，因为需要被拯救的是人，不是上帝。当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搁一遍伫你的面前来找求你，主啊，阮学习信用，阮伫教会学习侪侪道理，但是主这些道理拢是要帮助阮谦卑来到你的面前，看清楚，你才是上帝，阮只不过是人，需要怜悯的人，掠家己最大的人，需要你帮助的人。主啊，求你，互阮有困难。那个力量是要能够自我约束，唔通掠家己做王，赢过上帝你的地位。当心祈祷是伫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仔形容会当刻条伫咱每一个人的心中，真做咱日常生活当中的好准则。这是咱来回应上帝的话，记着伫新的诫命来，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注意说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正律法甲总是伫个总根头。我用新的诫命互恁，恁着三听，亲像你安三听，用安尼听听。这是咱来。吟诗、圣诗回应的诗歌，194首，194首。开我目睭，互我看见，咱起立。
请找即时奉献。这是起立来吟诵的诗歌。赏赐恩典的上主，我们将我们所拥有的资源和金钱献上，也是献上我们的人跟生命。求你私下鉴察的眼光，帮助教会能专注于你的心意，妥善运用这些资源，完成你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不只是教会，也将祝福带给我们所爱的台湾，跟我们所关心的世界。让你的国度的爱与公义彰显在这地，也求你帮助我们在每一次奉献中不忘记它的意义。这是我们对你的回应，是具体而真实的告白。愿我们所思所行都向着你的心，成为合你心意的人。祷告是在我基督里耶稣里面的求，阿们。请坐。这是咱来欢迎咱的今仔日的两位新来的朋友第一位是吴若雨是迄个陈以真的东华学妹，吴若雨，有无？吴以真的东华学妹吴若雨要自我介绍吗？来，请看。开始。嗨，大家好，我是以真的学妹，然后很高兴认识你们。谢谢，好来。第一位是翁怡涵是一个新英执事的朋友大家好，我叫翁一涵，然后我是周新英的高中同学，然后他都一直很认真在那个基督教的活动上，然后我都很仰慕他这样子，然后但是我很想认识，可是常常都听不懂，所以就很少来。然后我有来过一次，然后上一次来应该是2017年，我也是觉得很需要神的时候，然后这一次来也是觉得我很需要神的时候，然后就很谢谢大家都一直接纳我，然后包容我，谢谢大家。欢迎你继续来来，这摆要来行平安礼。
咱手一边吼，咱互相，咱迈起来，前后左右打招呼就可以了哈。有信心来听你，我有真心来比，无助的荣耀，我用主来听信息来听你。好，来，这是咱来报告哈，咱报告的大声游玩，咱来读。今仔的金句来，今仔来读今仔的金句吼。今仔金句记载伫士书记17章第6节吼。咱台语甲华语各读一遍吼。来，迄时以色列中无王，逐人照伊所看到的来行。士书记17章第6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照自己眼中看为对的去做。士师记17章6节。咱今日消息报告第一点，后礼拜是圣经学院的奉献主日，咱牧师要去前往到民权教会做主理，咱后礼拜主理就是民权教会的牧师考瑞正牧师吼，交往讲台，咱为一件代志，为圣经学院来祈祷，甲牧师交往讲台来祈祷。第二，小会有公告吼，伫10月开始华语礼拜要暂停迄个实体的聚会吼，要调整迄个线上的礼拜吼。按以往咱共款时间12点半吼，拢有即个线上的做礼拜吼。第三咱明年的迄个圣经的阅历吼，咱教会有要赠送每一位兄弟姊妹一份，咱登记到9月截止。你有需要的会当伫干事遐来登记。如果呢你要加购呢是一份是85块，但是一人拢有一份教会要赠送。你若阁要加较侪份的，你就爱你家己购买一份85块。第4项，邀个礼拜培灵会到你已经报名截止吼，咱有迄个啥，未交迄个迄个住宿费吼，麻烦伫干事遐来交吼。咱有迄个因为咱这带无满所以呢咱有含这个住宿的迄个所在有谈的交通了，因有迄个，互咱较优惠较优惠迄个如果你咱来看遮有3人一个700，3人应该是2000嘛，即马你若带2个有降过来所以恁家遮家己看就好第5点，咱的8月份财务组织的收支的报告，咱8月份的收入甲支出安尼有迄个-1000千几块，但是咱伫1月到8月中间，咱阁有结存10万桶104000几。咱对外的奉献安尼遮拢总加起来有差10万900，咱对外奉献有10万900。第项。伫迄个咱的迄个秋季神学院的成长班咱教会有甲新人营有迄个密切合作邀请迄个曾颂胜老师来开设要讲古约信仰的生命中的故事记载伫迄路德记甲约拿书咱若要报名才有 QR code。会当来迄个扫描，还是讲咱的教组迄个徐新义长老咱可能咱徛起来互人看者报名啦尽量会当踊跃来尽量来报名好来对拢个上个有7摆拢伫即个礼拜3拜3。拢共有上7遍嘛迄个拢伫拜3上课，伫迄个7点10分到9点10分的中间。报名费是1000，你若有迄个全勤呢，加咱甲你扣500安尼以上咱遮咱家己看内容，家己小看者第7点迄个陈长老的纪念申请奖学金咱会记哩咱
这个上半年已经6月吼，啊，敢有人吼，真侪人来申请吼，拢有通过，表示咱个人教会的子弟学生吼，都足认真咧，拢大家拢有申请到奖学金。啊，阮继续来吼，啊，迄个下半节才继续来申请吼。啊，要申请啊，咱伫迄个公布栏遐来，来迄个来看一下吼。啊，迄个团契消息啊，第一点是上台吼，啊，后礼拜也有。拜二甲拜五啊，拢有上课吼。啊，迄个像旁听吼，要啊，你也带朋友来旁听吼，一次300吼。啊，咱迄个整个学期啊，报名费啊有4300块啊，咱教会啊有迄个有补助。迄个教育组是毋是咱教会有补助吼？咱有教会有补助吼，希望咱教会兄弟姊妹较侪人踊跃来参加啊，因为咱教会嘛有补助吼。啊，迄个妇女啊，第二就是妇女团契吼，啊，教会啊有月例会啊，伫9月20啊，因为21啊，因要来献诗啊，所以呢啊，拜六啊要来歌声诗班要来练诗吼，啊无邀请来讲吼，无来分享，无来请来分享吼。啊，游完伫咱的本堂遮吼。啊，第三少年团的教会月例会啊，有邀请卢启明啊牧师啊要来分享吼。啊，以上报告功德啊，交予柯牧师。好，我伫遮补充甲提醒吼，第4点随梦吼，这是咱的迄个住宿的费用哈，我们都不是完全按这上面哈，只是说如果我们都已经礼拜资讯组的同学已经帮大家分配好房，几乎都是99%都是照着大家的意愿哈来安排的哈，只是说因为那个。配合大家彼此的需要哈，你若是没有使用到那个床铺，你就尽量不要使用哈。但是你若真正有这个需要嘛，不要紧吼嘛，请你来使用吼，这是互大家了解吼。这摆的费用吼，咱嘛感谢上帝的稳定满满吼，来会当放心来享受吼正当当为咱备办的邀约礼拜甲培灵会，好，这是咱当心来祈祷。主是，阮逐日拢爱照你的吩咐，抬起阮家己的十字架，因为你对阮性命的祈祷甲祝福是看无家己，但是阮得到耶稣的性命。主求你帮助阮，因为阮是人，阮会软弱，阮咧背十字架的时，阮会感觉艰苦，甚至是痛苦。恳求你，照你的应允，当你吩咐阮背起阮家己的十字架时，求你赏赐阮快乐，求你赏赐阮平安。因为这个痛苦的时，也是阮的灵性甲你上亲近的时刻。特别是阮的正兄弟姊妹，阮的厝内人有破病的。阮的灵性冷淡的时，阮为着工作咧拍拼的时，阮为着要把握听的关系，但是阮失落的时，主啊，这拢是阮艰苦的事，求你恩待阮，怜悯阮的祈祷。歹十字架是痛苦佮沉重的，但是恳求你，伫阮掠做艰苦忧愁的时，加添阮属天的智慧，加添阮心内的平安，加添阮行动改变的勇气，加添阮信心的能力。当心祈祷是伫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来唱上面的诗，请起立。是
真的。伫这个世间，敢若有一个王，就是上帝你。伫这个世间，你的生命敢若有一个主宰，就是上帝。伫你的生命中间，敢若有一位救赎主，就是耶稣基督。你着掠条上帝的应允，甲伊的帮赞，毋通看家己做大，互你伫这世间咧着磨、咧忧愁、咧艰苦的时，有一个能力比你更较大的神来引带你，这才是你的真平安。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听堂圣神的相通，甲你众人三个伫地，要对即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请坐，列倒，请咱听候音乐结束。愿你们平安，上帝祝福咱大家。平安结束。